赛车坐车拢爱绑安全带，即马较新型的车，若无绑安全带，就会一直警告哦，有的驾驶会偷食步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若发生车祸无绑好安全带，飞出去车外口的风险是加30倍哦，死亡率嘛会增加3.6倍。异常的变数驶入去崩坑，驾驶是愈驶愈偏，向着失去控制。意思是西行家己弄甲车祸，连人挂车，拎几粒链，弄甲真大力，驾驶甚至是飞出去车外。断掉吼！啊无，伊用一个假啊！交到警察到场处理，驾驶飞出去车外受重伤。不过警察发现伊无下安全带，使用的是插扣来代替。男子未依规定系安全带，于车辆翻滚时抛出车外，身受重伤。是使用消音扣，直接让车辆的警示音消音。这些都是违规的行为。驾驶上国道无下安全带，出车祸死亡，去年有20人。警方抓这类的违规，也处罚超过16万件。国道警察是分析讲，含有下安全带来相比，驾驶无下，互喷出去车外的风险是悬出30倍，致死率也大称悬，比起正确使用的人是增加3.6倍危险。有不习惯系上，或者是他忘记，那或者是贪图一时的方便，插销是没有明确规定在法条里面。那不过它也是属于未系安全带的形态的一种，所以公警局还是可以依我们处罚条例的31条处3000到6000元罚款。无按照规定下好安全带，除了袂记得以外，高公局说明讲，也袂少人是靠势贪方便，干那下顶半身，甚至买插扣给下，只是为着消除警示音。实际走卖场有卖真侪这款的用品，不过家己买来用，规上路，毋若依法会当罚。更加是减一层保护，大大影响到行车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